今仔日是世界阅读日，文化部今年以儿童甲青少年为主，选100本册，要透过着这戏剧呢，也有这种种的这艺术，希望讲会当用各种方式来做呈现。有这剧团也有剧团改编着台语故事册，希望透过着表演，互观众朋友学习到海洋生物的台语，甚至是了解到海洋污染的严重性。海豚是华语啊，台语怎样讲的？是啊，唔是，大家带我念者，海底和海精灵伫咧海底探险，带囡仔做伙学台语，用台语互动。在戏剧表演过程中，也搭配讲乐器的音乐表演。活动由文化部主办，在4月23世界阅读日前后办一系列的活动，来鼓励民众读书。其中文化部有委托台湾青年交响乐团、室内乐团的木广告中奏，也有来自中华关怀台语剧团合作的绘本音乐会，应用台语绘本《海洋囡仔当大人歌》改编做表演，透过音乐会的形式，让囡仔认捌台湾的海洋生物，也有污染对生态的影响。这系列绘本吼，像拄仔讲的，或者今日演的，吼，这个海洋的故事。另外就是拄仔讲的，这个囝生仔的故事。吼，囝生仔嘛想要一个厝，但是真侪囡仔吼，落去海边啊，捡这个螺仔壳，啊，都互囝生仔无厝通住。搁一个故事是讲这个水果王国的故事。利用故事，互囡仔会当了解吼，这个轨迹的一寡特性，啊嘛了解这个轨迹的名。为着要让囡仔通欣赏音乐，也通学到台语，剧团和剧团合作的绘本音乐会，拢总要办15场。新北市幼牧国小有老师带学生做伙来参加活动，也有家长对囡仔做伙来。有家长表示真欢喜，看到囡仔会当用无同方式来学台语，会当有音乐的配合，然后甲欣赏这演出安尼感觉安尼真正袂歹，因为阮咧厝诶拢咧讲国语较济，若要讲闽南语，就是甲长辈，就是阿公还是阿嬷，再接触。文化部表示，一直到4月27日，在台北的台湾当代文化实验场，拢有世界阅读日的相关活动，拢总有27场台语的活动。今年特别以儿童甲青少年为主，有精选100本册，要透过演出、册展，也有讲故事等等，互艺文的经济通自细汉定根。记者卢尚如、郑俊尧台北报道。